来看家己烦恼症，真侪起仔目前正咧大出。农民也烦恼讲会受到风台影响，对昨开始呢，就先把这9分的起仔慢落来，今个趁较无风雨的时阵去抢收，希望会当减少损失。种起仔的农民趁风雨无大，风台天嘛赶紧咧收树仔顶面的起仔。番路乡的农民讲，即阵嘛是起仔大出的时间，惊风台尾的风雨会造成损失，也是把握时间会当收偌济就算偌济。要赶紧抢收啊！无抢收，这鱼啊拍拢害啊！风台要来，你嘛无可奈何啦。无好嘛袂办理啊，也袂当慢落来放啊。为9月开始一直到11月，是家己县番路乡鸡仔采收的期间。番路农会就讲，今年鸡仔品质价效拢袂歹，虽然目前风台对家己的影响有限，不过农民惊风台尾会有损失。也是甲会当收的鸡仔赶紧慢落来。这个鸡仔吼，因为地势较悬，排水嘛拢诚好，所以讲水阮较唔惊，但是上惊就是风台。市值在去年、前年因为气候关系，产量是非常不足。好像我们去年市值的价钱就不错，那今年整个产量是趋于稳定，但是也没有因为说产量足够哈，价钱不好。我们今年价钱还是非常好。基隆讲，今年鸡仔咧大的时阵。无啥受到天气的影响，所以今年的品质真好。虽然目前风台直接也袂造成啥物较大的灾情，不过大家也是爱做一寡准备，时到才袂真正袂负反应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